點解咁多人關注九龍站升級水療改造實錄？今次我哋同香港九龍站、ICC、麗思卡爾頓酒店、SPA 房合作，帶嚟全新西班牙 Acrylic 按摩浴缸安裝工程。你知唔知做一個高端水療工程，其實有好多細節要夾，由訂購、運送、現場夾圖夾位，一步都唔可以馬虎。我哋專業團隊同雲石師傅、供應商同酒店負責人密切合作，保證每個細節都做到最好。按摩缸拆裝、雲石鋪設、底架安裝，全部都係工藝嘅考驗。我哋仲要確保冷熱水龍頭安裝無誤，石面開孔同修補都一絲不苟。最犀利係成個工程7日內完成，無影響酒店正常運作。無論你係酒店、會所、健身房定美容院，想提升水療體驗，專業團隊真係幫到你。即刻瀏覽 www.ksaqua.com 為你嘅空間增值。香港第一嘅桑拿房供應商 KS Aqua 係你開展水療業務嘅全方位合作夥伴。